我讲的，好。印这边哪回应师唱完之后，我就会来接了。这个到时候就对，就给你了，对对对，就再给你了，我都不用再讲了。对，你就不用再讲，就对掐贼。回应师还掐贼就给牧师，好。
兄弟姊妹平安，哈利路亚！主过我，耶稣过我开来，要伫咱的心上大大来做工，希望咱的生命得到更新，咱的生活更较丰盛，跑走头前的路站。咱来吟圣诗11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请咱注意第3节吼。 来看救主头壳骹手，流出宝贵慈爱忧愁，这样疼痛自古未有，自古未有，气魄变成荣耀冕旒。好，咱来吟第1节、第3节。 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心无世就烟花，把愿为主隆重放stra来看救主头壳骹手，流出宝贵主爱忧愁，这样疼痛自古未有，气魄变成荣耀冕旒。 咱再来看一首127首，哈利路亚，伊有过我，127首，吟第1节、第3节。哈利路亚，伊有过我，咱的主存无过去，伊太阳时时的关系。 天使保险多欢喜，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远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远我拢无过失。第3节，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悔无时时抓梦。 我命愿他难着遵从，当心无路来健康。哈利路亚，伊有过我，让我主永远的我。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我的主永远的我。请咱备万心来礼拜。
你拢免惊，欢喜唱歌，基督国我哈利路亚，因为我知救赎我的是我的，日后伊要徛伫土的顶面。咱来吟信诗115首，信诗115首，我心仰望是你宝格，请咱起立来吟。咱继续听着，咱做位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咱同齐来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内受苦。顶十二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倒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耶稣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来交托启文14篇，伫信息的后面。启文14篇，咱三甲来启应。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的心要投降伫你。我要投降伫你是个会必应的，今后才会知会经过。我要求叫至权的上帝，就是甲我正方事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也要发出伊的慈爱，甲伊的信实。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我倒伫亲像火度的世间人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剑，伊的舌是镰刀，
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恩根搬过全地，伊踏我的脚步设路网，压制我的心神，伊伫我的面前开含坑。家己反转滑落地下面。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我的心啊，你着精神起来，心啊，舌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爱先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地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信实到中上。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恩根搬过全地。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为阮将你的独生囝耶稣放伫十字架顶受苦。你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要担当阮的罪过。我要愿你承认阮的过失，通对你得到赦免。愿阮甲你同行十字架的道路。阮知影，你听阮，你要将上好的赐予阮，就是将这国外的性命赐予阮。这因我的性命要活伫阮的内面，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的心伫你听的内面。因为你已经完成拯救的救赎，互阮离开死来进入我，得到新的生命。阮的心神着警醒，因为黑暗已经过，日光已经照伫阮。我要倚靠你得胜，我要有得胜的活命来彼此相听。互世间人通过阮来认捌你，也听你，互阮通将所领受的一切表明伫阮的生活内面，谦卑、服侍、侍奉、祈祷、服务社会、行公义、照顾关心弱势，通过侍奉。甲你同行，今仔日也是新礼典，恭喜彩云姐妹发志要接受洗礼，伫众人甲上帝面头前，表明伊坚定的信心，来领受上帝的信息，要成做一个真心改变的人。阮也要心存谦卑，倒空家己。虔诚恭敬，要甲主三甲地坐倒，照着领受主所设立的圣餐礼典，做伙响应天国属灵的宴谢。阮完完全全领受主对阮的疼。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赞美，这时圣乐队要学录的诗歌是《伤心思念我主老伙》。
当因来到一个叫做头壳碗的所在，因就将耶稣钉伫十字架，甲伊当定的有两个叉，一个钉伫伊的正边，一个钉伫伊的倒边。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 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3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3节，请咱翻开圣经，也是手部后面有印，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是课堂礼拜，我会用国语要读一届。耶稣带因到一所在，名克西马尼，甲伊的学生讲：“恁遮会坐遮，听候我去遐祈祷。”甲带彼得、甲西比泰两个囝三个去，就忧闷惨切，甲伊讲：“我的心真忧闷，甲要死。恁住遮，甲我紧醒。”略略仔进前，面趴伫地里，祈祷讲：“我的爸啊，若会做伫，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就来学生遐看见因伫困，甲彼得讲：“安怎样？恁袂话搭我紧醒半时久吗？”着紧醒，着祈祷，免得日日迷惑，心神甘愿。若是肉体软正，第二摆搁去祈祷讲：“我的爸啊，即个杯若袂得离开我，你较对我淫意，就愿你的旨意伫正。”搁再来，看见因搁伫困，因为因的目睭涩。国语、华语是马太福音26章一样，36节到43节。我用华语念一次：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他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2个儿子同去。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到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他回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1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第2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节目是要正道的题目是指日可待。咱就时间到不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一件事，是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受死？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主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启示你的心意，来启示你的期待。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了解，深深了解耶稣如何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如何为我们受死，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如今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实心都可以变成肉心，让我们看似死了的生命可以再次因你而复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去年的10月开始，到10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建成几乎在每一个月都有一位亲人离世安息。从去年的10月，就是我们双耀兄的妻子玉秀姐安息，再来是浩志弟兄的妈妈玲玲姐安息，接下来是志明的父亲旭元兄安息，还有我们正梅长老的小弟季芳安息，接下来有我们指挥若琳姐妹的阿嬷安息，还有志明的妈妈美芝姐也安息，直到上个月朝明兄美静姐的先生朝明兄也安息。虽然一连串有我们至亲的亲人离开我们安息主怀，但是在我们追思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发现到，那些先我们一步到天父那里的亲人，都遗留下非常美好的礼物，好让我们还活着的人可以继续再向前。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因着主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让我们彼此在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中，我们不会感到无助，不会感到孤单，并且还能拥有盼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死亡这件事情并非总是令人厌恶，死亡是用非常宝贵的生命代价所换得的一件非常贵重的礼物。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从30岁开始，按着上帝的旨意与呼召，他离开他在世上的家人，四处传道。他以自身的言行将天国
将天国的价值观、将天国的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当他在世间的使命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他也预告了他即将要死，他的生命即将要结束。就好像我们在医院会听到医生说怎么样，宣告死亡的危急啦，病危通知。耶稣已经发出了他自己的病危通知。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照理说，这个时候耶稣应该可以办个生前告别式。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也会办生前告别式，就当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剩不多久的日子了，与其让亲人来办，还不如我自己来办一个我想要的生前告别式。好，在这个耶稣要办的生前告别式里面，照理说他可以回顾，耶稣可以回顾他在世上所行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啊，他可以开一个非常盛大的成果发表会。然而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却透露出他内心极大的忧伤。今天的经文37节到38节这里有谈到，37节到38节的经文里面有说，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对门徒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耶稣为何忧伤？因为他要上十字架吗？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却不是为了自己要上十字架这件事忧伤。牧师在看这段经文不断的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给牧师的感动是，耶稣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忧伤，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肉体被定受苦来忧伤，他是为了那些跟随他的人忧伤。耶稣是为了那些跟随他的人忧伤。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对于一位牧者来讲，对于一个牧羊人来说，他担心的从来都不是自身的安危。如果他担心的是自身的安危，他也不会去当牧羊人。我们听过大卫的故事，在之前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也知道，约瑟的父亲雅各如何宝贝这个宝贝儿子，不让他去牧羊，不让他跟着哥哥们去牧羊，因为牧羊真的太危险了。要成为一个牧者，就必须要有豁出性命的自觉。即便我们说好，我是迫于无奈，我必须要牧羊，被上帝找到了，被上帝抓走了，被上帝抓到了，我迫于无奈，我非得要牧羊不可。对于所谓的职业伤害，也会略知一二。就好像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要进入某一个行业，我们对那个行业该有怎么样的福利，会有怎么样的职业伤害，它的待遇等等，我们都会略有一些了解。当然啦，自愿牧羊跟被迫牧羊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自愿的牧者会把羊群当作是自己的产业，会概括承受一切的得失。这位牧者会概括承受这些羊群在羊群里面一切的得失，而迫于无奈成为牧者的，只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随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的雇工而已。在我们这2个月来读马太福音，在天国不断向前推进、向前扩张的同时，黑暗的势力也逐渐的扩大。耶稣说他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因为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读福音书，一直读到后来，会发现在羊群里，在耶稣的门徒里面，那些纷争不断的产生啊，不断有纷争产生。特别是在耶稣受难之后，他知道
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知道羊群一旦失去牧者的保护，必会被击打四散，伤亡无数。因为这样，所以他非常忧伤，几乎要死。只要是认真跟随耶稣的门徒，只要是一位认真的基督徒，都应该会经历过耶稣的忧伤。或许有人会说，羊群四散是牧师的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知美牧师的事，义杰牧师的事，那是基牧师的事，可能是之前林朝泰牧师的事，是牧师的事啊，我又不是牧师，羊群四散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然而今天牧师要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耶稣的门徒，只要你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就应该是耶稣的门徒，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应该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事实。既然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学习耶稣的样式。他是大牧者，我们就要学习做牧者的一个样式，我们就要学习当一个好牧人。意思是说，一位耶稣的门徒，他就应该等于是一位好牧人。如果以我们教会的组织来讲，牧师在这边举例，我们有长职，教会的组织我们有长老、执事。长职的羊，以我们教会来讲，在某个原则上，我们建成教会合会手册里面有组织表，每一次开合会都有组织，有分礼拜部、教育部、关怀部、宣道部、财务部。在这一些部门里面，我们有所属的长老、执事，还有下面的同工。长职的羊在某个原则上，就是他所属各部的各团契的干部同工。那么各团契会长的羊呢？各团契会长干部的羊应该是谁？应该可以回答一下。有勇气一点，有信心一点，回答一下。各团契干部的羊应该是谁？就是你们的契友啦。好，你是妇女团契的会长干部，妇女团契的这些契友就是你的羊；你是圣歌队的队长干部，圣歌队的队员就是你的羊；你是主日学的校长，主日学的师生，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的羊。那各团契的契友就坐在那边等着被喂食吗？并不是。各团契的契友，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羊是谁呢？你们的羊啊，是你们自己的家人，是你们的公司的同事，是你们学校师生同学，你们的邻居，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羊。那牧师的羊呢？牧师的羊就是你们接触到的，刚刚说的那一头拉骨的，都是牧师的羊啦。所以你们也是牧羊人呢。只不过，在我们为主大发热心，在学习当一个牧羊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可以同心同行的人，实在少之又少。许多人到最后还是会为自己盘算的比较多。有些人光说不练，只出一张嘴，又不想负责任。有些人在起初信誓旦旦的支持你，他选你当会长，选你当队长，选你当干部。好，我们讲说某某团契会长，我支持你，我选你。但是呢，选了你以后，我就撒手不管了，我就在那边看好戏，坐着等着被喂食。有人起初在信誓旦旦投你一票，支持你，但是却虎头蛇尾，甚至还会反对你，捅你一刀。渐渐的，我们会对自己的付出感到一点都不值得，甚至对自己所面对的孤单无助感到失望，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很愤怒。当
当我们碰到这些现象，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忧伤几乎要死啊！我想，一位认真的团契会长、队长、认真的长老、执事、认真的所有担任过教会长职、同工的弟兄姐妹，都曾经有过耶稣的忧伤。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内心忧伤几乎要死。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为何团契会长干部都不出声呢？为何大家都在踢皮球呢？为何长老执事都不关心过问？为何牧师都不处理？上帝呢？我祷告了半天，一点回应都没有。耶稣的祷告也确实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担忧以及无奈。耶稣的祷告说：“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如果可能，求你使这个杯离开我。”耶稣期盼着门徒为着将要发生的那一些会羊群将要四散的状况，邀请他们一起警醒祷告。然而，在今天的经文40、41跟43节，这里说，耶稣回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啊？你们都不能同我警醒1个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然后第二次，耶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啊，目睭提袂紧啊，目睭足涩的，目睭皮足叮当的，提袂紧，就是一直开起来，安尼要困去，要度久去。这群信心满满的门徒并不清楚自己将要承受的代价是什么。这群高举着凡事都能做的门徒，并没有以遵行天父旨意为前提，满脑子想要成就的，其实还是自己内心的盘算跟想法。在华语堂的敬拜赞美里面，有一首诗歌是：只要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能做。但是它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也是圣经里的话，很重要。我凡事都能做，没有错，但是是行在什么？行在主的旨意里，我凡事都能做。很多时候我们把前面那一句就略过，我们不爱听的，我们略过。我只想听我想听的，我凡事都能做耶。问题是我们有行在主的旨意里吗？问题是我们有行在主的旨意里吗？并没有。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怀疑，不断的发脾气，问上帝说：“上帝啊，这你自己说的哦，我凡事都能做，可是如今我却到处撞墙碰壁，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仔细的读圣经，我们读到的圣经就是读自己喜欢看的那个部分，我们不爱看的就这样子略过。这群门徒，他们忽略了麦子跟稗子会一同成长，忽略了会有出卖耶稣的犹大那样的存在。他们当然会睡着啊，因为他们与耶稣的眼光并没有看向同一个地方，他们与耶稣的眼光并没有看往同样的地方啊，他们的心还在地上。耶稣所在的天国还不是他们的目标，还不是他们仰望的那个目的。在马拉基书，牧师常常会鼓励大家，上帝说：“你们把1/10，纳1/10，奉献1/10到我家，使我家有粮。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倾泻，将福气倾泻在你们的身上。”将福气拼到你的身躯，让你满出来。
这句话非常的吸引人。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弟兄姐妹，天上的窗户会掉下来什么？天上的窗户不会掉下来世俗的东西，天上的窗户不会掉下来豪宅，天上的窗户不会掉下来名贵的汽车，天上的窗户并不会掉下美金、黄金，不会。因为这一些房子会倒，汽车会折旧、报修、报废，美金、黄金到最后也会被重铸。就算你存起来了，我们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走，1毛钱都带不走。打开天上的窗户，从天上的窗户掉下来倾福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属天的财宝，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带到永恒去。可以当我们哪一天我们真的离世安息的时候，当我们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笃定的说：主啊，感谢你赏赐我这么丰富的财宝，这么丰富的恩典，这么丰富的喜乐，这么丰富的平安。喜乐跟平安绝对不是美金黄金，绝对不是因为你拥有了豪宅，也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一辆进口车就可以满足的，得不到的，这是没有办法换的，没有办法交换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都是地上的东西啊。即便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白，打开天上的窗户，可是我们期待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的东西。在客西马尼园里的耶稣，虽然有门徒陪伴，他却是孤单的。他忧伤的几乎要死，因为没有人跟他同感一灵，没有人跟他心意相通，每一个人都心猿意马，自己想着自己的好处。耶稣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成为一位真真实实的人。因为他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让我们可以有盼望。盼望什么呢？因为他这么样一位真实完全的人，他成功抵挡了撒旦在旷野的试探。他也行了靠着天父，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如今天父对他的祷告也没有任何回应。在客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他的天父上帝仍然没有一点回应。这个时候，耶稣他意识到一件事：唯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门徒才会从自己的欲望当中来清醒。他只有背起十字架，那些门徒，那些还在心猿意马、还在想世上的事情的门徒，这也气过来了。我都被气了，他们才会清醒，他们才会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目标，跟他们对于耶稣的那些承诺，跟耶稣所要托付给他们的天国，哇，原来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原来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42节，耶稣祷告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杯对耶稣来说是上帝的烈怒，对全人类来说却是上帝的怜悯与救赎。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耶稣义无反顾的，他就接下这个苦杯。那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呢？如果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被误解、被排斥、被说长道短，我们所属的长职同工也没有相挺到底，
或者说，如果我们的长职同工借故推脱，光说不练；如果团契会友只想当观众，只想挑自己方便喜欢的活动参加；如果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喝下那个苦杯，我们是否愿意喝？如果为了主耶稣要放弃自身的利益、感受跟我们心里的盘算，如果主要我们放下这一切，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在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眼睛困倦，眼睛困倦。即使我们困倦了，即使我们只盘算着自己的好处，对我们自身生命的问题睁只眼闭只眼，即使我们眼睁睁看着教会被黑暗势力击打四散，即使我们内心充满许多的疑惑跟悲愤，一心只想把那个苦杯摔在地上，转头就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苦杯摔在地上。莫闹啊，兄弟，这个杯我不爱啉啦，我不爱接受啦。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这么听你，我这么服侍上帝，我这么认真负责，总是你搁给我啉这个杯，什么意思？我不爱啉。即使我们是如此，即使我们如此不堪，耶稣仍在为我们祈求，为我们守望。就像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为着那些门徒，为着他所爱的那一些羊守望一样。当所有的门徒都困倦了，当所有的门徒的心都不跟他在一起，他仍然在那里孤独的为我们守望，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喝下苦杯的那一刻，并不是终点，十字架更是走向复活必经之路。其实喝下苦杯并不难，喝下苦杯并不难，因为只要我们的目标明确，就一定会愿意喝下那苦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的目标非常明确，所以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要钉十字架忧伤的。我是举个例子，比如说老一辈的，我们都会喜欢去传统市场买菜，觉得传统市场的温体的猪肉也好，鸡肉也好，比较肉质比较好，烹调起来肉质口感各方面，所以很多人还坚持要去传统市场买菜。问题就来了，我的目标如果是去传统市场，我会在乎传统市场的脏乱吗？我不会因为传统市场脏乱我就不想去，不会，我还是会去，因为我的目标明确。如果有人要在冬天晨泳，我为了要锻炼身体，我要在冬天晨泳，你会因为天气冷你就不去晨泳吗？不会啊，因为冬天晨泳就是摆明了就是会冷嘛，所以你不会因为冷你就不去晨泳，因为你目标明确。年轻人若要成家立业，也不会因为身上要多担了许多的担子，就不成家立业了。因为我们目标明确，我们知道会成家立业，就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就会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我们非常的清楚。如果今天我们要上台做见证，为上帝做见证，我们也不会害怕被品头论足而不敢做见证，因为我们的目标明确啊，我们就是要见证上帝与我同在，我是如何靠着上帝度过一步一步的难关。当我们目标明确的时候，那个苦杯就一定喝得下去。
我们喝不下苦杯，就是因为我们目标不明确，我们的目标错误。如今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马太福音读到结束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好几个礼拜，牧师不断在讲天国，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天国要成就。我们要走，我们要跟耶稣一样，为着天国成就这个天国来努力。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国可以完全的实现，就是要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牧师拜托大家读，每次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主祷文之所以是主祷文，它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它的含义。愿主的旨意行在对你，亲像行在天顶，安尼。我们不是就这样子祷告过去，就不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就阿们，然后嘞，什么都没有放在心里。我们为天国所做的努力，为天国所喝过的苦杯，耶稣都知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是孤单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客西马尼园里，在我们自己的客西马尼园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孤单啊。在我们的十字架旁，我们也不会孤单，因为至少有耶稣，至少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因为那即将要完成的天国，那即将要降临的耶路撒冷，就如同耶稣的复活，确实是指日可待。果然，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3天以后，他真的复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主，国外的主耶稣，常常掌管有信心、有勇气，通继续跟主的脚步。因为主耶稣的牺牲，互阮通定头生，踮伫基督内活，通脱出阴影，出死入活。主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为当往天国的这个目标来努力，来往所插的标来跑走。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新华队即马要上场。
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懊恼，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世人着cứu啊，捌搁提醒咱来得着活的盼望。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127首，信息第127首，哈利路亚，伊有够我，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要来举行圣礼典。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要上天的大神有讲：天顶地下的官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守，搁我时时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今仔日，咱中间有一位姊妹彩颖要来接受洗礼，告别伊的信仰。这时请彩颖，我们请彩颖出列到台前。好，先站在台前，对，那个垫子，对。这是彩颖，你要来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上帝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信心得到定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你要接受洗礼，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信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
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圣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李彩颖，这是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跪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这时牧师来宣告：彩颖，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的头，也是大神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建成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神的约的恩典，咱只是同心为着彩颖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彩颖，求主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互伊拄着试探的时阵，通保护伊。愿你的快乐扶持彩颖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搁互伊为一世人服侍你。愿安尼祈祷，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恭喜彩颖！我们请小会员一起出来接纳。我们照例要颁发成人洗礼证书，姓名李彩颖，出生主后1982年10月4日，领洗主后2023年4月9日。本教会奉父子圣神的名给李彩颖行洗礼，并接纳为本教会陪参会员，此证愿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小会议长黄之梅。还有一本圣经，还有我们要去算礼品，有圣歌队的，好，圣歌队，一起来合照。那个，牧师娘。一起合照就好了，还有一起来合照。彩颖的朋友有亲友，我们一起来合照，好，一起合照。我们在彩颖旁边，朋友帮忙拿，朋友帮忙拿了，朋友帮忙拿。好，恭喜彩颖，礼拜后。这是咱要收主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于伊教会陪参者来参加收主的圣餐。这是来给圣诗，咱来给圣诗215首，
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咱坐得紧就好。信息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亲爱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佮讲，咬喙焦行无忌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咬喙焦行无忌的人有福气，因为恁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角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话迄暝有摕饼祝谢，白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来。当主耶稣互人话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心，咱领受进前，大心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欠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血，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
只要你们有在教会接受洗礼，或者是有接受坚信礼，你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领受这个圣餐。我们手中所拿到的这一块，都象征着耶稣的身体，他为我们破碎，他为我们牺牲。因着耶稣的破碎，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感谢他。因着他的破碎，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合一，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享受这合一的团契。手中的这块饼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被撇弃的，我们不是被忘记的。在我们的客西马尼园里，耶稣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
这个杯就是信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即时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重视的圣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愿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即时搁来吟圣诗215首，咱来吟第3集就好。圣诗215首第3集。昨天要进行奉献，请招待者来进行。如果你唔知影奉献的意义，今仔前来朋友引发出会当下，吼，先免要紧。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
请坐。咱即马进行公道，咱公道的事项，请咱来看内页，手部内页，愿主保守咱朝着天国努力的方向，坚定所信，然后呢，仰望基督国外的大能，咱也为着基体，伫厝疗养的金子姐、慧英姐、王兰妈、甘枝姐、德明兄、邱斌姐、丽水兄、一梅妈、杜昭、秀荣、仁吉、毅力、以诺、小雷，为着复健、昭明、世军、惠中、碧莲、原田文子，为即摆食标靶药，静茹姐、怡君，低脑鸭、婷一。魏时道、洪英哲，就秀瑶的先生，英哲，颈椎滑脱秀英姐，咱也为着南台湾水资源的问题，无落雨，鸡蛋有短缺，物价的波动，为着咱台湾外交困境，台美中三边的关系，咱献上咱的祈祷。亲爱的佩佩兄弟，亲爱的主啊，阮知影有耶稣带阮同行，阮知影阮共同的目标是爱天国成就来作为打拼，要互主的旨意行伫地上，如同行伫天顶一样。主啊，当阮互黑暗、夜坎、患难临到，派袂起实力家时，求你扶持阮、安慰阮、光照阮，互阮确信，国我伫你，性命也伫你。若信你的，也要国我。求照你的应允，既然有伫基督内面的，旧的事已经过，拢变成新的。互阮的内面，中心有正直的人，也医治，也有病痛的，面互软者的变坚强，欠缺的得到富足，忧闷的得到安慰，烦恼苦甲重担拢得到安息。求坚固阮每一个人的信心，增长阮的疼心，伫信心内面更加阁有疼心。这时，阮也要同齐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三角祈祷。阮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是，
你的国人教，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伫报告大师，我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第一届来咱教会的好朋友才艺的好朋友丁心如老师，还有吴小珍老师，我们热烈欢迎，谢谢你们来好，那今仔真欢迎咱有咱银发族的好厝边，我们多社区的好朋友来大家做来做礼拜，叫咱起立来，大家欢迎好，真济，好，真欢喜大家做礼拜，咱请看咱本周的聚会等节目遮，咱大家爱注意留意事先来做准备。咱大多事项，咱转去到厝，咱逐工为遮的大多的事项继续祈祷，继续关心。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是搁偌济站立礼拜，礼拜中咱有举行本年度第2届新礼典，咱恭喜彩颖姐妹完成洗礼。受责任为本场的陪餐人员。那礼拜后，咱会分发红蛋，一人一粒，象征咱伫基督耶稣基督内面所拥有的新生命，共享国外的喜悦。后来本主日爱餐以后食饱了，我预计是12点啦，咱就收煞了。咱宣道部，我今日有举办一个做复活节的彩蛋活动，所以今日有邀请咱关怀据点，咱的遮好朋友，来做伙来参加，主日学小朋友、家长都一起共襄盛举。咱伫1楼的教育厅，后来后主日4月16是总总会所伫的校园事工奉献主日，请咱为着北区大专事工关心奉献。后来4月22拜六3点半。要调开中职会，叫咱中职准时因为停车场比较不好停，要提早出门准时开会。后来4月23礼拜上午要举行咱本年度上半年度的福音主日，咱有邀请到郑明堂老师伊满档咱咧超的时间的时阵，真正是哇，感谢咱的慰劳有邀请到郑明堂老师用诗歌分享生命见证。遮大概把握机会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咱的朋友来参加，来做礼拜。后来4月23礼拜下午礼拜部举办5间教会圣歌队观摩联谊，欢迎对圣乐有兴趣的兄弟会当留落来参加。因为有5间教会圣歌队，每一间好像20几个，咱2楼坐满啦，所以咱会友想要参加，咱先为3楼咱为3楼先坐起后来2023年第2季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来到教会有需要的请咱到1楼招待做咱集体。后来团契消息，4月16礼拜上午9点45分，青色团契聚会，主理是秀瑶老师，主题是情绪管理沟通后来4月21号拜5上午10点，少年团契聚会健康讲座。有心律不整介绍与检测要参加，请咱会记得爱带健保卡后来红黑面色，搭迄落，请咱大家看唔对的，向会计跟进。好，咱起立来吟信息第509首，信息第509首，乌鲁提杯万福本源，请咱起立来吟。
愿守事恩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权能得到国外的恩望，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岛避讳。咱其他朋友，咱会当甲楼骹1楼用爱餐。